另外两下做一家立志做事的农民啊，吼，因为真正做台全公司因来生发吼，其实美入佢的幸福的所在吼。直接你讲做事吼，受到中小企业可能细细的，比如讲两公婆一家师傅，3分田5分田，个农场吼啊种菜啊卖。安英个渠道是当好一家规模。安英係講每一個農民都做得安英做嘅時節，我相信就當到嘅家庭啊，是做得強下，睇先來共同來維護安英嚟環境，到底係環境維護到很好。他安英嘅時節是講，你沙起繼續新嚟農業吼是做得發展出來。安英是講睇先個小農民吼小發展，和沙起睇先個共同來繼續，啊渠道安英是當好嘅方式，所以。我係一隻立志做事嘅農夫。陳理良也係怡和縣有機農業嘅農民，佢賣菜嘅方式同一般嘅耕種人都冇共樣。佢係長飛縣以前下天蛋，再過去做有計劃性嘅耕種。也係提供差唔多150到200個家庭，到禮拜食到有機嘅新鮮青菜。陳理良成功嘅營運方式得到國際嘅肯定，從後本人搶去高考，還同自己成功經驗複製教本學生嘅，從劉邦秀就受到嘅影響。3年前開始種有機青菜。在家園係天意嘅受到幫助嘅單位，佢為有智能種嘅後生人，透過園藝療法，開始了解付出嘅快樂。陳理良透過當到行通，為在家園募款同送鞋，層層受到業內強人嘅喜愛。打造4點人，大家都行啲嘅水幕。陳理良同伴娘彭麗芳已經放廠，對新竹視察嘅都做動源頭沙期嘅怡和縣有機農業，一片係幾條青樹打草嘅有機田區，種嘅幾下10種青菜水果同貨味。今年52歲嘅陳理良，喺8年前中年轉業。本單經營科技公司嘅佢，經歷過2008年嘅苗栗泡沫化，老伴娘討論過後，決定轉到故鄉，拿定腳頭重新開始。其實呢一片是係愛種菜蔬菜啦，吼，呢一片你樹坡，哦，喺嗰片用喺店面啊、溫室嗰邊咧，吼，片是你樹坡嘅蔬菜，啊樹坡呢一擺因為你撇除是就到西歐共下推廣有機農業啊。插得不好其實沒關係，我們就用其他的蔬菜把它補回來。啊，像這個草也很多，我們一樣就又用自然的方式去推廣。啊，裡面我們還看到很多福壽螺，啊，所以這個田看起來不怎麼樣，但是它在講的一個就是生態，因為你冇寫繞個，啊冇寫繞個和拍草，你冇用嘅除草劑啊，哦，都有，哦，你啊種殺蟲殺個螺全部用天然的方式有機栽培。所以安英的米其實種出來嘅梅頭吼當好，哦，你睇這個你邊米有按好學，其實我是安英啊，哦，在天地之間它自然吼啊應該吸收日月精華，該水母其實水母嘛，哦，天一天以後其實自家會發展出來吼，按時間到按是個我是安英是好。從來唔識拿過腳頭嘅陳理良，剛開始先到農委會上係2年鴕鳥計劃嘅課程，沙定對有機青菜嘅栽培開始做。因為佢本身係設管理過890員工嘅 CEO， 故所佢接上用企劃經營嘅角度來看事情，還同科技嘅觀念應用啲農業上，上來教同大學嘅學生嘅來同佢學。街道咪變做兩公婆嘅小幫手，鄉下啲田行做事。哎，農夫，到沙崗。喂，怎麼會有空？就經過啊，經過看到這邊，啊，每次都嘛經過，就是。你不是專程來的？經過的。哎呀，沒有啦，就是看你們啊，想你們啊。
听说要去当兵了哈，差不多下礼拜。就是刚开始来的时候，就是只是朋友们一起来的嘛，然后就是你一开始从播种一直到最后采收都经历过之后，你会对于你自己这些吃的这些菜啊，然后更有感情，然后你会觉得说懂得什么叫种田人的辛苦，然后同时你也会更认识这些东西，然后就觉得自己吃到的东西会从自己手中来，而特别珍惜。在还没来之前，大家做的创新创业都是技术类的创新创业。不过来这边之后，发现其实农业有很多可以改善的地方。虽然农业经历了很长的变化，然后变成现在的产销模式，不过现在很多那种直接送到家里会员这些方式都是比较新的，然后或者是这些方式可以帮助农民有更稳定的收入，然后也可以减少一些什么用其他创新创业方式让这些天灾的风险降低啊，这些都是可以在我们的领域提供的一些帮助。你再跟这个还有往外拿，其实所有的透露地方都种菜最辛苦，也可能一步紧塞能去啊，因为机器种在基本上该其他嘛该包熟啊，或是其他的作物啊，记得用机器去卖米，直接点落去。安尼袂用做对啦，可是种菜了这动作是常的考验啊。义和园总面积1.2公顷，一下抢33年，就做得维持贵业农场的生产力。陈立良用管理科技业的方式来经营农业，同人力发挥到最大化。就像观光休闲农场体验样，就是其精心规划出来的成果。好，注意看到我们这个田里面哈，田里面还有看到什么？除了螺、蝌蚪，还有看到什么？很多的稻杆，有没有？这个稻杆呢，我们就是让它再回到田里面来，继续往前。今日法团是讲，你希望台积个朋友吼，进行脚踏实地，然后脚踏实在在土地上吼，脚踏实地来看，到底这蔬菜就安全吗？就健康吗？是讲希望台积个朋友来了解的蔬菜，了解的环境，了解的作物，包括米、到菜，到底用乜嘢种，种出安好的东西，比方就记来种好安全的米、安全的菜，都本台积个，所以我哋会紧盘样发动，主要是讲希望当地的朋友来了，能支持安尼菜地的小农来做有机的栽培，来保护这个环境。好，那我们各位看一下哈，我们竹东郡农田灌溉用水，所以这边的水呢是北台湾最好的水、最好的空气、最干净的土壤，种出来的稻子就是最好的作物。好，接下来我们要去播种，来往这边，在我们有机作物栽培里面，选种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它必须是有机的种子。第一个是不得使用基因改造过的种子，第二个不得使用药物处理过种子。播种播下去，种子的深度要多深？就是我们种子的2倍深，好吗？聊天要聊哦，眼睛不要离开种子，不然你回头忘记播到哪里，就会乱播。拜托各组的组长一定要仔细的看我们的组员有没有乱播。其实我觉得他今天介绍了很多，比如说包括一些有机食材，还有一些有机的一些农作，然后还有就是一些有关于农药的东西。我觉得陈老师是一个非常执着而且坚持的一个老师，而且他真的非常认真去宣导或者是教育我们说，有机食材是什么，了解整个乡村的生活之外，然后还有一些实际的体验活动，比如说窑烤啊，然后还有就是实际去做播种。那这些都是我在都市生活当中从来没有从事过的活动。那而且在活动过程当中，然后经过老师的一些解说，你就可以学习到更多的一些经验。对。那乐活100就是我们讲乐活100嘛，100是一起来守护家园。
好，然后00呢，00就是2个概念，一个是零食物里程。我们知道，我们种植的东西，其实最好的东西都是我们在地的东西，然后它可以最新鲜，好，然后在最营养价值最高的时候就让我们使用它，所以是一起守护家园。然后零食物里程讲的是低碳，然后零厨余，因为种菜真的是非常辛苦，我们希望每个朋友都能够珍惜食物，所以我们就是用100的概念，一起守护家园，零食物里程，然后零厨余。唔但唱有盼第二嘅農事體驗營，當年嘅暑假，醫科院還同交通大學合辦 IFFC 國際有機農村體驗營，提供10到16歲嘅小朋友來參加，做得教到國外嘅朋友練習講英文，還做得體驗農村生活，了解耕種人嘅工作情況。有上網做一些瀏覽，覺得這個營隊蠻特殊的，它有談到有關鄉村這個營地還有語言的問題，所以覺得蠻特殊的，我們特別要來參加這個。Okay, everyone ready? 3, 2, 1, cheese! 陳理良為到本小朋友了解搶菜嘅保存方式，出本嘢到進入到冷凍庫去體驗熱海潮冷凍嘅感覺。熱發發嘅8月天，小朋友做得到冷凍庫去了，歡喜到耐唔得。冇結叫出感覺食材見來見去，小朋友要凍到見險，實實就出去。先熱3日嘅夏令營，唔但將本小朋友練習講英文，對有機農田嘅工作，沒有更加進一步嘅了解。陳理良唔但唱係一個工種人，佢還接上多個學校同協會去演講，分享也係成功營運模式。新來佢有乜嘅特別嘅方法呢？等下就帶你去看看啊！陳理良平常時喺田鄉做些當無閒，唔過上時咪會到沙溪大學去教課。近半年佢就去到新陽平沙溪大學進行一場講座。各位同學晚安哈！今天我們很榮幸啊，邀請到那個頤和園的有機農場的那個陳老師啊，來幫我們上課。這個陳老師啊，是喝過洋墨水的，他是英國留學的。陳理良出體有機農民的身份，佢還係新竹縣農會主動提起農會世界義務指導員，台灣有機農業發展協會秘書長，新竹縣地方特色產業發展協會理事長，中華民國 MOA 協進會顧問，新竹縣政府農業處顧問。成咁以下種職務，啲各農業團體還有協會都參與當中。大家用熱烈的掌聲哦，來歡迎陳老師。因為我本身是學管理的，然後想說，怎麼樣有沒有可能，用管理的模式，用多元化經營的模式，讓我傳統的這種農場種菜種得要死，又不想賣給誰這件事情，能夠稍微做點改變。所以我今天在講，就不講有機，不講有機，我們講一個善耕綠的農耕方式。不但是農耕方式，還是一種生活態度。什麼叫有機？什麼叫慣行？上來嘛嘅係有機農業咯。陳理良啲上課嘅時節，作為一個當好嘅主角，佢因為人工嘅有機農業就會遵守自然資源循環、允許利用嘅原則，做唔得用合成嘅化學物質，強調水土資源保育同生態平衡嘅管理系統。達到生產自然安全農產品一個目標嘅農業。有機農業有生產、生活同生態嘅特性，係3生一體嘅產業。
佢更加希望睇到推動健康、效率、允許經營嘅全面農業。這是挑來吃的。陳理良對美國引進社區支持型農業 CSA 嘅概念，也就是農場餵養人，人支持農場，共同分擔生產嘅風險同舒適。生產者同消費者之間嘅關係，就建立喺答應對方互相愛做到嘅事情上，也就是假意發現做乜嘅會用非言之嘅原因。你農場底下就2個半啦，算2個半，就啥很愛幫養，還有啥很愛搶愛師傅，還另外0.5個就是我，哎呀，因為0.5個為什麼我都不敢講我是一個人，因為工作效率太差，我老婆都說，哎呀，你工作效率這麼差，所以我一直只敢說我是0.5個，所以我們農場大概2.5個人，因當少啦，但是你又到啲種菜收入來嘅步驟全部把它標準化，而且我們是預接訂單，所以我就是做計劃性來生產，當日做埋全部地方，拜日摘菜、拜二包菜、拜三送菜，按拜四呢點米、拜五除蟲啊除草，拜6禮拜就可以看狀況接活動休息都可以，所以每個禮拜這樣一直循環，所以。當日做埋全部自家地啦，時間自家做啲把握環境反應來時間，其實時間運用上就還好，對。禮拜三係陳理良固定送菜嘅日嚟，打造放起來包裝分類菜色，就大夫親身同郵寄搶菜送到會員嘅屋卡。刊登書封寫到黏嘅名單，陳理良利用一個機會同朋友打嘴鼓，互相交流，形成社區關懷嘅一種連結方式。苦幹實幹，很做。長期線上看出下崗一件，慢來做慢來創，該工種唔係簡單嘅，一開始啊，從無到有，到今日規模。就是講冇咁簡單啦，你看冇萬一做天蠍啊，因為啲嘢係乜喏，我本身咪係農家自己出現嚟啊，我唔去做過啊，譬如是錄音家啲個做天啦，我咪啲做農事艱苦啊，所以我第一前冇咁簡單啊，真係冇簡單，嘛前辛苦一路行過來後冇咁簡單。下一次，现在重新种药一段时间，被虫吃光光，我们也不会喷药。哎呀，好，阿夫人就这样了。你要知道，种有机很难赚钱，成本很高，很辛苦。那他可以这样子，我们都觉得很佩服他，我很乐意支持他，所以我们很多人都愿意跟他买。即使它很贵，它真的很贵。你平常买的是一把菜60块，你会觉得那这外面只有20块就可以买得到，为什么要3倍价？可是你要想到，它的有机的土地是人家10倍的心力，它要牺牲掉很多才能做的一个真的有机。我们有去看，它真的很感动，所以我们支持它。送菜过来。陳理良嘅有機蔬果差唔多有200味，像陳田芳同陳太華安尼嘅會員同佢支持同佢買。不過愛經營一間有機農場，其實冇按改。陳理良嘅學生嘅劉邦秀未親有安尼嘅感覺。那邊看到倆草從伊冇動到，該講。像都開始做一些2-3年前那草濕濕，看下面種嘅菜完全看唔到動啦。看講草動到嘅時間該菜看唔到，下面摘菜時間同該菜那半顆來將用剪刀來同菜剪下來應。但是講那草下面特別菜摘起之後是3蚊掉，然後草了去出體，按鹹白種菜時間是會在輕鬆啊。
刘邦修本单伫家门嘅连锁便利商店做店长，不过长期嘅工作压力同熬工数夜，本佢开始认真地想爱专业嘅可能性。故所佢就参加即兴曲举办嘅游击强赛栽培班，属实嘅陈理良。陈老师哦，是爱100公斤以上嘅有机蔬菜栽培班嘅时间，涵盖职训局嘅课程，和是以盖主动用挑盖的颐和园有机农场，是盖陈理龙陈老师嘅农场，还是都盖到送口，和盖下送嘅课，唔管係理论课啊、实作课，全部係陈老师來老咪送，和盖下長認識陳理龍陳老師，哦，佢是對呢有機方面哦是投入動作到地本呢，很樂意教咪用辦一種有機蔬菜，和讓咪分享哦有機蔬菜對土地對人都是好的。陳老師哦，其實動眼性啊，哈，和讓咪上口，佢咪深動到治療咧，老咪講，和佢自家講佢係半隻農夫，半個農夫，因為佢除了到該雖然做些以外，冇為還有送動到口啊，還有社區大學又教這個有機的各方面食安的一些課程，還有接動到該協會啊，或者是協進會，或者是農夫嘅一個顧問該都有的工作啦，所以他就很熱心的去推廣這個有機農業。陳理良除咗同7屆成功經驗，教本學生嘅，佢和親校同社福團體分享。啲族動亦嘅淳樸守正嘅在家園，就受到嘅幫助。在家園喺民國99年成立，設立嘅目的係為到一本喺啲家園嘅智能障礙嘅後生人有工作合作，有閒較多嘅機會同大眾接觸，開展佢哋嘅生活良活。本工作轉化做有價行為，本佢哋過到有尊嚴又有成就感。然後這個也是草，這個是菜，不要拔。那我們佐佐家園這個佐佐，它的理念是你伸出手幫助我們，我們就會茁壯這樣。然後我們這小型的家園呢，就是希望他們能夠滿足他們。然後也可以幫助家庭啊，就是一些弱勢的家庭啊，父母親來探視的時候，也可以來到家園來探視，一起住在家園這樣子。然後我們家園呢，就是我們給他一些社會的那個價值，讓他有價值、有尊嚴這樣子。所以我們都會讓孩子，就是也能夠融入社會。因為我們孩子他的能力有限，所以我們就會想出方法，讓他學會一些技能。他就是拔草、澆水，然後就是疫苗這樣子。然後陳理龍先生就是讓我們不要說依賴社會，然後我們有自給自足的生活這樣子，然後他就介紹我們以會員方式去回饋社會，所以我們就有這個手心翻轉的計劃。那我們目前呢，我們有80幾個會員，那這些會員就是吃我們自己種的，我們小孩子種的蔬菜，然後每個禮拜3會送到每個家庭裡。那我們就是禮拜1採收，禮拜2就是包裝蔬菜，禮拜3就是我們至親送到每一個家庭去，這樣子。本季度食魚嘅，唔當搞季度釣魚嘅。陳理良唔但參考在嘅新年嘅種菜、賣菜，還同季度聽書莫款以揾食，將來做得穩定嘅建中有機嘅青菜水果，正見做到數性反轉。
陈理良去再家人拜访，却受到园内大朋友小朋友的热烈欢迎。对佢哋嚟講，陳理良唔但唱係陳阿叔，還係一位好朋友。陳叔叔好，你好，好朋友，好朋友。俊伟到我们家园的时候，其实他是非常闭塞。好，那这段时间以来啊，因为在软桥也接触的人也比较多，那也其实把他的一些能力渐渐的开展起来。那再加上陈大哥对我们的孩子，其实他的关照跟耐心其实是很够的，他会当作跟一般的正常跟朋友跟他们一起相处，所以我们的孩子跟他是没有隔阂。那刚开始我们让孩子就是有一点园艺治疗的那种概念，让孩子开始可以栽种有机蔬菜，那我们就发现到说，其实那个成效还蛮好的。可是我们就是让孩子接触大自然，可是我们不太会种菜。好，那种菜出来之后，我们也发现我们也不会销售。那我们的专才其实比较是在服务这样一群身心障碍的一些孩子。那我们就发现到种出来不太会种，又不太会卖，所以我们就有去拜访陈大哥。好，因为我们知道说颐和园在有机界这方面，它算是还蛮有名气的。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说陈大哥是不是可以指导我们这一块？那也很感谢他，非常的热意。他是2013年的时候结合陈大哥他们那边的一些志工，那就来关照我们的孩子。那看到说我们的孩子其实需要这鞋子的部分，对，所以那时候他就带了一群志工来跟我们孩子量脚型和鞋子。对，那从那一年开始，一直到去年，已经连续送了2年的鞋子。我们那个手心翻转这样的一个概念哦，跟真正的那个意义就能够达到，就是我们的孩子从接受赠与、接受协助到手心翻转过来，自己种菜卖，然后呢开始帮助自己可以拿到自己种菜的所得，帮助自己。啊，未来有朝一日，这些孩子也可以能够去帮助别的单位、别的团体。我觉得手心翻转就真的是很好的一个计划。我们记得吗？我们这2年的鞋子都是谁送给我们的？是。那我们在收到鞋子的时候，我们开不开心？开心。那我们是不是在这2年，我们也累积了自己是不是赚了一些钱了？对。那如果种菜赚的。没错哈，我们也会自己种菜，也会自己送菜，对不对？对。那我们有这样的能力，希不希望我们再去帮助更多的人？要。那我们是不是先从帮助我们自己开始，可以吗？可以。那今年呢，陈叔叔送我们1只鞋子，可以吗？可以。另外一只鞋子怎么办？可以吗？可以。好，赞成的请举手。哇！他的最爱谁啊？天天不忘，对不对？每次去哪里都陈叔叔怎么没有呢？没看到，没看到。今天客气。对啊，对啊。當一時咩陳理良好少國內外嘅學生嘅組成反倒茶炊，向下位在家人嘅溫室募款。出發之前，陳理良擔任教練，皮帶學生練走同騎車嘅鍛鍊體力，還有團隊精神，本日團行山之旅做得很加安全。我们
们是这个专案是这一次特别和中兴大学一起合作，然后来做一个这个专案，然后邀请外国人来台湾一起完成环岛这个梦想。我们车队的话，目前是1位大队长，2位小队长，然后我是其中1位小队长，来自5个不同国家的成员，那有泰国、马来西亚、德国，然后捷克，还有一个葡萄牙。那我们预计的话是一个人骑1公里的话，是希望能募到1块美元，那就是30块台币。那整个台湾环岛下来的话，大约是1200公里。那我们1200公里这样算起来的话，一个人大约会有36000块台币。向安怡是交通大学外文的1年生的學生嘅，學長推薦佢來到怡福縣做農村體驗營嘅社區副同環島茶區嘅社區長，佢和陳立良 uncle。他在这个计划里面的话，他比较像是一个 mentor， 就是一个指导者。那就是我们做错什么事，或是有什么需要去加强，有什么需要去改善的，他就会告诉我们。那由我们自己去自己思考，然后去把整个计划做一些微调，这样子。他是个蛮严格，就是对事情很要求的人，但是他对我们都很好。当然，他对事情要求的时候，是希望我们能够成长，能够变成一个就是可以更有组织力的人。对，因为毕竟现在台湾青年很多人从大学毕业后就找不到工作，那他们很多就是一些软实力的部分就是也很不足。那我们来这边就是参与计划。认识了 uncle， 其实我觉得就是让我觉得我自己也成长许多，对。每一位成功南美人的背後，都有一個什麼人點點的支持佢。彭麗芳就係陳立良背後的支持力量。喺農村成長的佢，同陳立良結婚，共有2個新人呢。無論陳立良做乜嘅，佢都會本自己嘅老公親大嘅支持。最常在做啦，譬如说我们是最主要早期刚回来的时候，我们是在种蔬菜要义卖。我爸就常常在讲，自己种菜都种不到来卖了，你还拿出去义卖，然后义卖的钱其实就是捐嘛。所谓的义卖就是你就是把你的所得，所卖出来的所得，你就会把它捐赠出去。其实老一辈的刚开始他其实不太能够理解我们这个做法。而我们会觉得说，在我们有多余的能力，能够用即使是小额的也好，然后去帮助人家，我觉得这都是很好的事情。一件赚3000。不知道哎，我从以前我就觉得他是好人，然后真的也就让他，他会把自己的事情先摆在后面，然后他会把别人的需求或者是什么，那个过程里面，我们没有获得任何一个利益啊，但是他还是会很用心的去做，他就是有那一股傻劲，所以我常说他是好人。那水龙啊，佢有些是女士公搞出来有些佢係讀電子科。才去讀書嗰陣時，他用按摩，讀書邊又係左邊啊，我提前左邊啦嚇，然後按摩有睇下研學學士咧，當初啊講，我現在又反對，冇乜嘅係啦，認為係是咧，佢也多填字課，特別填字課就按冷門嚟呢，特別講填字冇人愛，電工有啊。電子特別冇根本你講哪有的根本要買網絡有什麼特別哪就講嘅呢？哦，總係做啲水電呢個樣啊，所以講咧水當也非常認真啊，也看到雖然啊讓入面嘛個人才啦，但是佢很好學，人嘅東西有好學做起，
跟起到社会上接触，安样怎么成长啊？今年基就安样有个哈，并不是我做爸爸的功劳，是他自己磨练出来，他有很先就很心又勇心壮啊！希望呢，那你也下回台上大家年冬为行离了路。陈理良同一般印象当中的传统农民无嘛穷样，唔但常常会用科技用路来行销义火焰，佢还参加扶轮沙创立了一个式国沙，成为第一个沙庄。廿日佢同本阳共下参加扶轮沙的活动，两沙做嘅衫同平常时到田乡种菜做嘅切莫穷样。扶轮社的话，其实每个礼拜都会有聚会一次，然后呢，每个月社长都会，每一届的社长都会去安排各种不同题材的演讲、旅游，或者是行政会议。我觉得就讨论一些怎么样去协助别人，然后协助弱势。那如果自己的一个人的力量不够，透过社，那一个社的力量不够，可能我们就会发动好几个社共同。如果还不够，甚至我们会发动全台湾，甚至到国外的力量一起来把做家园的这个手劲翻转的庇护农场，大家一起来支持，然后包括美国总部那边，大概就会有支援一些的基金会来支持。那总共目标大概就5万块美金，150万。那不够的就是我们另外还有发动我们的那个国际的青年，我们在脚踏车环岛这件事情，我们也在做，就是怎么样就尽量透过各种不同方式来协助做家园的孩子来把这个手劲翻转活动尽量把它促成。单亲家庭成长的陈理良，学生的时代遇到一位对菲律宾来的神父，这位神父就像黑暗中的明灯。在陈理良面对人生低潮、唔顺利的时节，本给亲爱的指引同支持。亚健伫新竹县新埔镇的女士高级工业专业学校是陈理良的母校，其读的课是自动控制课，也是培育其天资专业的艺人。对菲律宾来的蔡友师神父来到台湾已经40多年，台湾对佢来讲就像是天意的屋卡。在学校读书的学生嘅，每场也是新人的强样。陈理良就同蔡神父看做係出街阿爸强样，接上前嘅大嘴鼓。Hello， 好的。你好，好久不见。很多啊，这么多。这个是那个，这他们还会做吗？怎么说比较认真的一个很负责任的一个年轻人。那毕竟家里的一个教育也是有影响，对不对？所以来这边就会很容易跟他谈聊天的事情。陈理良从小功课无嘛好，国文、英文、数学从头唔合格，不过对电子产品当有天分。对于学生的时代就开始打工赚钱。你要电子终于走空虚，而且我们同爱妈妈们走一家，我看你走一家控制走一主团最后一条开始停虚电动一个主团，我们妈妈是唔是讲等于按走只有一个主团，其实每蹦出一个也蛮多，就按紧到天气，按部门开始写加500元，部门发挥个电路放大好，你走。其实我紧走好像就走安台家来，安台家给他买，你家买我都有钱，别好台新来，然后过半年以后开始走，看到台新来，有时间、日期、星期，
连那个变化1、2、3、4、5、6、7自己设计。哦，以前只会星期一亮一个灯，星期二亮一个灯，星期三亮一个灯，我自己就把它电路学完之后，就变成1、2、3，变成一个灯一个灯了，自己去设计一个变成星期一这个灯亮的时候，把它改成它会亮1，会亮2，会亮3这件事情，我自己都觉得蛮炫的，然后就变成是星期1、2、3，就是从点一个灯一个灯变成一个可以是中文的1、2、3、4这件事情，就把它变成一个很特别的中业这个。后来真的还有人跟我买，好奇怪。也是相当认真的一个年轻人，做事就是很认真的在做事。不是有的一个年轻人有的时候做事好像一下有兴趣的时候他会做得很好，但是一会儿就没兴趣了，就放弃了。他不会他继续的在追求他的那个自己的一个工作。民国53年出世嘅陈理良，喺屋企排天嘅，屋企喺3歲人呢都喺阿妹腋下土豆胎。老师，这个地砖还是以前李修士他们对呀、就在搭这个校园的时候切的，就有很多小石头嘛，有切片啊，这样的话就比较自己切自己。对呀、自己切啊。30年有了吧，至少。应该不止哦。不止了。然后那时候吹萨克风。然后就我的乐队，以前他们的乐器就放在这边。陈理良嘅阿爸當早出過身呢，佮加上台灣嗰樣時嘅經濟狀況行動唔好，貴州社會嘅風氣就係大家都清權欠。因為蔡神父帶領陳理良去食板條，佢將頭一擺啲嘢馬雞按到小菜。就走路了，蔡神父喜欢走路，我们陪他走，然后就走到金浦街上有一个修女院旁边有一家板条店，那是板条店，然后就吃板条嘛，就板条时就杀一碗板条嘛，而且板条han讲蔡神父是讲，han切菜，你讲哇han就菜小菜就有切，那提一摆讲食面han就帮菜啊，咁嘅事情是讲。因為蔡師傅講，因為後生人喺來食家頭不對尊重，食板條唔拿尊重，就講第一擺跟下人啲講，原來食麵佢就板條，原來食麵佢就幫菜咁樣的事情，是講一直到現在印象都很深刻，就說原來吃麵可以配小菜再加一團陽春麵麵條再多一點，把它吃飽，把肚皮填飽，就這樣子。沒有想到是，然後說像現在我會看到一個這個滷蛋，這個滷蛋哇，以前哪裡有叫做吃麵加滷蛋這樣的事情所以一定要吃東西，而且我們講吃東西要按賞吃到因為誰這樣子買個東西要。會覺得如果不吃會可惜會浪費所以我就能吃的東西我都把它吃下去。不過現在慢慢也要改變所以一定要吃東西別少，係啊，所以佢哋同我都講很特別啦，誰去外面又叫師長那個師長這樣子就帶着我們這樣走過來，真的很感謝。陳理良周邊嘅時節存係50萬元。退伍過後2年lang就出家出來創業，今年佢將27歲就創立了諮詢公司，擔任總經理，加上了台灣第一個社區名錄。佢樣時公司發展到當好，分公司喺台灣、美國、中國大陸一到地方都有，員工很強嘅報告啥。2002年嘅時節，公司嘅總資本已經過太2億元，還申請通過 CIS 認證，準備喺美國上市。佢嘅事業嘅發展就會爬到高峰，每本陳理良因為係你感受到成功嘅滋味。唔過啲2008年嘅時節，名錄泡沫化，包米又受到2009年嘅全球經濟經營唔好嘅影響，連沙嘅打擊，本陳理良對天堂跌落來，咩攞佢動態嘅志氣，咩到馬嘅都冇存。
好德还有蔡神父从阿爸穷样批定佢，无停的安慰佢、牵话佢，将本佢又有勇气重新起起来。当然伊无爱退休之后会做嘛个吼，我就想，因为透过也开过公司，他那边做得不错啦吼，他当然因为个金融风暴，按当到眼镜，按伊公司结束的，俩重新做农业，我想俩下是，当然伊我退休之后会做为国外先发师，让我俩下做国外先发强人啊。哦，所以我讲希望我哋咪過到當快樂吼，我想我今日先發其實希望台這個偏就同愛強人，所以我哋立志哈做小的農夫啦，立志做小的農夫，希望大家小而美，哦小小的一家人哦，然後就快快樂樂過生活，然後因為你有勞動啊，你又做保護到環境，還有本台這個學到健康，哦一邊講你嚟先發希望。动豆来偏就同爱你穷人小农，然后就可以耕作这样快快乐乐过日子。希望动豆来好偏就哈，穷下来，台这个来穷下做快乐的农夫，安因自然爱追台希望。